看台湾甲巴拉圭已经建交66档咯。巴拉圭的总统当选人贝尼亚将来台湾访问，早起甲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见面。贝尼亚感谢台湾过去对巴拉圭的支持，嘛望讲未来融资的计划会当继续。伊嘛承诺讲两国的邦交5档内未变。巴拉圭总统当选人贝尼亚带领协内阁官员访问台湾，早起先甲副总统赖清德见面。因为赖清德可能代表出席贝尼亚8月份的就职典礼，两个人互动嘛引起大家关注。赖清德嘛感谢贝尼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。今天就是用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，也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两国坚定的邦谊。10日嘛是台湾甲巴拉圭建交66周年的纪念日。贝尼亚强调讲，希望透过这届访问台湾，强化两国之间的邦谊。甲总统蔡英文见面的时阵，两边表达感谢台湾对巴拉圭教育甲国体的支持，希望未来对巴拉圭的融资计划会当持续落去，嘛做出邦谊未变的承诺。Y a reafirmar mi compromiso, nuestro compromiso como paraguayos, de estar al lado del pueblo de Taiwán en los próximos 5 años. 面对威权主义的扩张，我们也期待台湾和巴拉圭能够一起站在民主自由阵线，为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。贝尼亚所来会参访台湾科技大学、甲台湾世界展望会，而且举行产业座谈会，参观经济建设、文化设施，希望透过台湾的投资计划，在巴拉圭创造就业机会，改善产车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